且这次的迟到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啊，很想了解是发生什么其他情况。请您正面回答我们。您说一下吧。回答一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陆总和十一姐是那个关系。难怪十一姐能这么快蹿红，我看她很快就赶上宋相思了。是吗？哎，我看呐，说不定十一姐很快就要退出娱乐圈，成为领域传媒的总裁夫人啦。我建议爆料人去做个眼科手术再说话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看见。哎呀，真的没看见。一个18线的艺人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还好意思笑我？怎么回事？他又找你麻烦是不是？我找他去。算了，片场这么多人呢，别惹乱子。忍这种女人凭啥呀？她还上杆子拉着陆总炒绯闻，她知不知道陆总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要脸，勾引男人。十一姐，这是陆总的剧组。闭嘴！没事吧？看来你主子没教过你在剧组怎么做人是吧？那我就勉为其难，教教你。林十一，林小姐，我跟萌萌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的都是素质教育，不分什么主子名才。你是说我没素质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林小姐，你别对号入座。林十一、乔伊，3级37场开工了。走吧，你给我等着。萌萌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有没有烫到？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你快去吧。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先过去了。去。对不起，林秘书。李一鸣，你没带脑子来上班是不是？天天那点心思，都忙着算计怎么倒贴我们老板了吧？不是的，林秘书，您误会了。你也不看看你的身材，连男人都不如，还想着怎么勾引男人啊？打！那我今天就让你清醒清醒！乔乔。乔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是陆总。陆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乔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不好意思，是我太入戏了。哟，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对我支付的薪酬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可我对你的工作很不满意。所有在我片场的人都必须守规矩。明白。哎，陆总，您慢走啊。走吧。哎，乔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您可以收工了。谢谢导演。走。